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1年12月18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80篇第1节到第7节，以赛亚书第66章第7节到11节，路加福音13章31节到35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对哀哭到喜乐。以前有一本诗歌本叫做《校园诗歌》，内底有一首曲叫做《我的心忧闷吗》。这个歌词是安尼写：我的心忧闷吗？无。我的心忧闷吗？无。苦难来临，或是苦难消无，我信靠耶稣就有平安。我的心忧闷吗？无。是，咱的人生难免有一寡苦难，有悲伤，有困难，但若是倚靠主耶稣，咱就要有平安。以赛亚书66章的经文，先知用妇人人伫要生产前的迄个痛来形容人的苦难，也同时传达着上帝救恩是无需要经过即种的痛。上帝应允圣城将来要伫一天内底生落来，无需要久长的苦痛，才会当来建立起来。以赛亚书66章第10节，先知安尼讲：你要对耶路撒冷做伙来欢喜，既然爱这个城的人，拢应该为着伊来欢喜。恁捌为着伊哀伤的人，担要甲伊三角欢喜。恁要享受伊的欢迎，亲像婴仔伫老母的怀中食奶同款。另外，伫诗篇30篇第11节到12节，咧讲着你将我的哀哭变做跳舞，将我的麻衫来脱去，互我满上喜乐，通好叫我的灵来学乐你，并且无停止。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我要称谢你，直到永远。大笔的诗篇提到伊的生活，看起来敢若真像凡事拢真平顺，但是事实上并毋是安尼啦吼。特别是人伫自我骄傲、自高的即种的情景的下面的时阵，颠倒看袂到生命中即个动荡不安的即个情景。大笔无袂记即伊伫上帝伫伊的错误的中间，互伊赦免；伫伊的困苦的中间，将伊的困苦哀哭变成做一个跳舞的情景。因为伊记得伫苦难中，伊倚靠上帝，上帝就将即个救恩搁一摆来赏赐互伊。因为安尼，咱也要伫苦难中来学习，专心来倚靠上帝。好啦，亲像先知以赛亚也安尼搁一摆提醒着讲：主耶和华的灵伫我的身上，因为耶和华用油来膏抹我，叫我传好的信息互谦卑的人，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。报告受掠的得到讨放，受关监的出监牢。报告耶和华的年，甲咱的上帝报仇的日子，安慰一切哀伤的人，赏赐冠冕，伫錫安悲哀的人大体恢复，
喜乐的油代替悲哀，娱乐的衫来代替忧伤的脸，互因称作公义的树，是耶和华所栽种的，叫伊得到荣耀。伫今仔日的经文路加福音的记载，讲到当初时有一群法利赛人来警告耶稣基督，望伊会当离开来逃闪希律王。因讲，你着离开这个所在到别个所在去，因为希律想要杀你。但是耶稣却安尼来甲因回答，伊讲：恁甲迄只狐狸讲，你看，今仔日甲明仔载，我要赶鬼医病，第三日我要完成我的工作。虽然安尼，今仔日、明仔载、后日，我必须爱向前行。因为先知伫耶路撒冷以外的所在避台是毋对的。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你杀先知，佮用石头拍死上帝差派到你遮的使者。我偌济摆要保护你的子女，亲像家母甲细只鸡仔自集伫10个月共款，但是恁无愿意。看恁的家园要变成做一片的趴园。我甲恁讲，恁对打了后，无搁再见我。直到恁讲愿上帝赐福互奉主名来迄位。这段的记载是耶稣为了耶路撒冷低靠的一个记载。因为人骄傲，无要接受上帝的救恩，含迄个代表以色列本土政权的希律王，伊也无接受上帝的启示甲救恩，伊违背上帝的真道。耶稣基督表达上帝疼世间人的心无改变。伊讲今仔日、明仔载、后日，我必须爱向前来行。耶稣阁为着耶路撒冷低头讲：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你杀先知，阁用石头拍死上帝差派到你遮来的使者。我偌济摆要保护你的子女，亲像家母将细只鸡仔自集伫10个月共款。但是恁无愿意，看恁的家园将要变成做一片的趴园。即种的无活气、无活命的状况，好若亲像伫台北也祈求上帝莫对伊来黄面，互伊失去性命共款。但是呢，一旦咱回转来向上帝，上帝就要搁再次来赏赐怜悯甲救恩，互咱的忧伤会当变做喜乐，苦难变做跳舞。咱要做伙来读诗篇80篇第1节到第7节。以色列的牧者带约瑟亲像羊群的，求你暗耳空听；坐伫基路宾的顶面的，求你发出你的光。伫以法莲便雅悯玛拿西的面前，展出你的权能来救阮。上帝啊，互阮倒转，互你的面发出光，阮就得到救。万军的上帝耶和华，你向你的百姓的祈祷发出受气。要偌久啊？你用目屎做食物互因食，
佮酿济济的目屎，互因啉。你互隔壁国因为阮来相争，阮会对敌三甲得笑。万军的上帝啊，互阮倒转，互你的面发出光，阮就得救。按做来祈祷，恳求上帝赦免阮无意中的错，互阮伫生命中间，无论拄着任何的境况，拢会当甲主相结连。特别伫阮所拄着的困境的中间，犹原会通专心来倚靠主，因为主的保守，通互阮伫哀哭中来得到喜乐。感谢上帝，奉主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